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。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能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不足一個月，率先破壞咗中日關係。唔單止係咁，就連日韓關係亦都因為高市早苗禍從口出而岌岌可危。而喺另一邊廂，中韓關係就不斷改善。南韓總統室近日就決定將東北亞三國嘅官方表述統一為韓中日。因為話呢個使用方法最為普及，而呢個做法亦都被外界視為南韓總統李在明向中方示好。日本不斷得罪鄰國，中韓關係就逐漸改善。喺呢一個月內，東北亞嘅局勢似乎正喺度急速改變。高市早苗危險嘅右翼思維不斷得罪鄰國，被認為係為軍國主義招魂。近日南韓國會議長宇元直就批評日本加速修憲，打算轉變為能夠發動戰爭嘅國家，做法令人擔憂，係動搖東亞和平秩序，無論南韓或者周邊國家都無法容忍。佢又話，高市早苗近日公開發言，就話獨島喺歷史上或者國際法上都係日本嘅領土，宇元直對此感到強烈遺憾。韓日之間嘅領土問題其實之前早已經醞釀爆發。原本南韓希望日本允許軍機喺沖繩加油，但日本之後就緊急叫停咗呢個計劃，因為日本發現南韓嘅軍機曾經喺獨島周邊訓練，亦都因為咁，南韓隨即叫停咗原定今個月舉行嘅韓日聯合搜尋救助訓練。原本呢個訓練就象徵住韓日嘅友好合作，但如今兩國嘅交流不斷終止，關係係明顯受到影響。高市早苗惹禍嘅講話，同樣係喺國會回答質詢嗰陣時講出嚟。顯然高市早苗係急於表明自己嘅右翼立場，喺提升國內聲望之餘，亦都測試鄰國嘅底線。但睇嚟高市早苗係高估咗自己，亦都低估咗中韓兩國嘅反應。高市早苗嘅不智，正喺度攪動東北亞嘅局勢。喺今個月月初，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南韓總統李在明會面嗰陣，雙方都同意中韓關係健康穩定發展，始終係符合兩國人民嘅根本利益。而兩位元首互贈禮物嗰陣嘅友好互動，亦都預示住中韓關係將會持續回暖。南韓前朝尹錫悅政府嗰陣實行嘅親美政策，一度令到中韓關係置於緊張嘅狀態。但喺李在明上任之後，決定走返去務實外交嘅路線，修補中韓關係。根據資料顯示，2024年中韓雙邊貿易額達到3280億美元，同比增長5.6%。中國已經係連續21年位居南韓第一大交易伙伴國。咁都反映中國對南韓嘅經濟係相當重要。高市早苗嘅神助攻亦都成為咗中韓關係改善嘅催化劑。自從國家外交部呼籲中國公民避免前往日本之後，引起咗南韓旅遊界嘅關注。南韓每日經濟就報導，南韓好多嘅酒店、旅行社、免稅店、百貨公司就出現咗樂觀嘅預期。認為隨住赴日嘅中國旅客減少，南韓就會成為佢哋嘅替代旅遊地點。而喺9月，南韓政府亦都宣布，特定旅行社報名嘅中國團體遊客試行免簽入境嘅政策，停留期限係15日，大大方便咗中國旅客出遊。內地旅遊平台去哪兒嘅數據資料顯示，目前出境旅遊目的地次序重新洗牌，從國際機票下單數量嚟睇，南韓喺近日躍升成為中國旅客出境旅遊熱門目的地嘅第一位，而首爾就係出境搜尋量最高嘅城市。高市早苗嘅狂妄發言已經損害到日本嘅外交，如果仍然唔收回言論，認真反省，恐怕就無法平息今場嘅風波。睇嚟高市早苗先係日本嘅存亡危機。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，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。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，拜拜。